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河的水又搁溢出来，灌入万影乡明里村，大水甲轿车冲走，人家厝嘛受损。印尼的总统对方前总统苏哈托做国家英雄，不过伊在先是用反共做借口，判死50万人，人权团体抗议对方。加拿大的麻疫情累积5000多例，因为无法度伫咧12个月内甲病例清零，所以讲迄项踢出无盘病例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这部头起先继续来关心风台，也继续来挖进台湾。目前是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气象署是果上紧明仔载要暗暝地对屏东、高雄这大登陆，大概是拜四地对台东出海。也若是这落雨情形，咱若对雨量的预测度来看，这规个东部地区的雨量会真粗，尤其是台东是呈现红色、紫红啊色的，这愈晚风雨就愈强。也若是另外一搭，就是这基隆北海岸，这雨嘛真惊人。提醒咱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安全，尽量莫出门。也若是明仔日时，因为这风向已经转变，北部地区这雨会略略较细阵，或者是中南部的风雨会变强。大兴一直冲向金州湾河边，风台还未到，屏东恒春沿海沿岸已经超过4.5公尺。无拄过风台，外国游客拢正好奇走去沙坡看海景。有点怕，不敢靠近海边了。游客伫观景台甲大兴翕相，也个人搬椅来看海景。屏东早起无停班停课，昆明沿海各景点也是有游客。第南湾最上游具业者已经做好防台准备。来到南湾岸境呢，现场的水上摩托车还有载运的机具呢，现在都已经用绑绳全部固定在一起，因为就怕呢这个台风加上晚上的大潮，会让海水倒灌到这里。风台内雨水上活动暂停，有5路船业者到后壁河渔港，查看船只固定状况，也反探今年风台节和行李少一半。客人都不能坐船啊。风台部航管按算12透早接触南区平陆地，尾暗到暗时可能为屏东登陆。暗过11下晡，敢若有一阵的雨水，居民犹原唔敢大意。复兴路这停车场因为边仔工地施工，后排水无好，拄到落雨，风台就淹水，居民赶紧来刷车。淹得很高，我们都把车子移出。兴公路甲兴西路口的路标是用要落落，风一吹，一直还发出声音，都惊路标和风台吹落来造成事故。民众赶紧通报恒春镇公所，阮州乡为有风台保护带来拖桥楼灾情，也提早伫7日暗时将道路边境撤离。12级风嘛，然后雨量又蛮大的，所以说我们预防性的撤离。屏东目前撤离阮州甲布袋乡山区民众110人，其中阮州民众被收容到恒春镇内饭店，确保山区居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风台也未到位，昨暗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都已经有大水沟溢出来，这土水是顺大排水沟灌入万影响明里村，大水甲轿车冲走，人家厝嘛受损。这传长就讲，自7月到9月已经通报过几落届，拢无来处理。水利署长是到现场会勘，甲大家回示的。规台车都安尼，互土水冲走，外面看起来真惊人。因为马太阳溪熊淹起来，大水压大量土石，沿大排灌入去万影响的明里村，连民家厝嘛受害。山猫直接开进房子里面，要把里面的淤泥铲除出来。趁着雨势跟水势的空档，要协助这边来赶快恢复原状。其实对7日暗时到过灯刚早起，土水不时一直冲过来，互帮助清淤的人员是真无奈。当期区中国受困，工地人员嘛伫马太阳溪北环溢大水口紧急处理，但是因到真悬的溪水拦大量土沙，互工课变得更加困难。正常来讲，这边通常不会有这种黑水。那既然会有黑水的话，那就代表是我们当初一开始的破口有没有弄好？这个破口从7月份到昨天预留，我多少次的通报会勘，那时候季连成也特别交代，结果呢还是没有动作。
村长即期讲，因为要做马太阳溪疏浚车道和宝华和河床并行的，伊当阵就烦恼讲溪水会对破口迄边流入去部落，对7月开始就真侪摆提醒亿大水点，伫9月23过后拢无处理。水利署长林冠平到明里村去会勘，当面甲村长回实的。村长，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没有做。这个疏浚的那个变道有关吗？没有关系，它虽然有打个变道，但它高度一样，是因为淤积造成的。淤积高度高起来以后，那一边就变得剩下3米到4米的位置，那这个也是确实我们的疏忽。林冠平澄清灾情和疏浚变路无关系，是移植的影响。目前除了派重机具想办法来挡水，嘛会先用钢棒沙包来做挡水的作业。上紧今仔日暗时会当完成。透过空气画面，会当看到明里村大部分的车路拢互土沙淹去。这摆车站开始撤离，无造成伤亡，但花莲县政府同款防这支撤离伤慢。万隆乡民立村的4里在昨天早上就已经开始撤2里的部分。那因为昨天下午雨势较大，那水有溢流出来，在原本不在警戒区域里面的2里的范围，那我们也在下午5点，那紧急通知他们来做撤离。那伫马太阳溪北方的明里村溢大水的问题要处理，接南北方的马太阳溪便路，因为水位淹起来，北向的便路一寡洪冲登去，南向的车路是路边洪淹去，但是这情形搁要等水退才会当确认。因为目前南方的光复乡出入若无便路，民众要往北去看医生，还是救灾车要入来，拢要踅一段连。便路当时会当恢复，嘛是居民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省议会经常话欠收费去做中共的间谍，是甲国军内部的网站翕起来泄露予中共。法案误解是摕到要5000粒泰达币，价值15万，即阵去互地检署起诉。中共这几年一直渗透入来国军，将后备指挥部省议会常委因为欠钱就网络找贷款，误入中共陷阱，怪以交付任职单位的机密资料，换虚假货币。省议会常委拢总法案误解，摕到4998粒泰达币，市价差不多15万。桥头地检署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国安法、刑法等罪起诉省议会查某人。后日部回应，省议会查某人伫112年12月18，因为家庭因素。申请提早退伍，服役期间并无发现伊牵涉到国安相关案件，会尊重司法调查结果。那如果犯了这些相关的法条，那对人生下半部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威胁这些国军官兵千万不要落入法网。国军官兵屡屡把军事机密泄露给对岸，特别是高机敏的情报，这让美国以及国际友邦如何相信台湾，如何愿意提供更精密跟前端的武器系统，国防部应该要痛定思痛。检方指出，省议会查甫人伫2022年1月头一届犯案，用手机翕家己在内，也甲科长、参谋长等3人即种的协销签停，无想到对方认为无够机密，所以伊伫同年7月进行上会，登入军方内部网站翕国军准则，即个得到对方的认可，收到泰达币。省议会查甫人毋若搁再传国军准则，搁外接现职官兵的电话，拢总得到市价15万的泰达币。巷战。或者是遭遇到敌人的无人机，我要怎么应对啊？这些都是准则的范围之内。照理讲，他的照相机已经不能用，在营区这个范围里面啊，不能用，他为什么还能拍照？这个就值得追查。专家表示，国军准则有800种，像讲军队应对总统 SOP、下定检、高检守则、新式武器装备操作等。无论省议会查某人和中共倒一寡资料，拢是国军的机密，恐惊影响国安。若是省议会查某人闪过管制，伫营区用手机翕相，这嘛反映保密措施无够严。国军应该精进改善，才当避免国安的漏洞持续扩大。记者采访报道。印尼现任的总统今仔日是对方这前总统苏哈托做国家英雄。这位苏哈托在生时阵执政32年，资深独立运动，争取美国经济援助。迄当阵印尼的经济成长都是真好。不过，这个前总统受对方嘛引起人权团体抗议，因为伊执政的期间，苏哈托是用这反共来做借口，判死50万人。50年前入侵当地，文要共借落来，实施粗残的军事控制。另外，这苏哈托嘛牵涉乌西上济有到350亿的美金，这是拢互人权团体甲受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国家英雄这个称号。因是指控讲现主事的总统，也就是苏哈托的囝婿，是为着要暗砍独裁历史，安尼是搁再伤害受害者的家属一个。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72电视直播的国家英雄之典礼，将国家英雄牌匾颁予前总统苏哈托的查某囝。文化部长佐恩指出，苏哈托伫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发挥关键作用，后来佫担任军事行动的指挥官，为荷兰人手头夺回即卖西巴布亚。苏哈托1967年用肃清左派军事政变做理由夺权，替换手段统治印尼32年之间，至少50万人被冠上刺杀分子的罪名杀害。50年前入侵当地份的行动是冷战时期上残酷的军事案件之一。毋过，伊是美国盟友，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执政期间，年平均经济成长率是7%。1966年，各将通膨为18%降到10%。印尼即马是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Yang pro kontra kan masyarakat Indonesia itu kan macam-macam ya. Ada yang pro, ada yang kontra, itu wajar-wajar saja. Penting kan kita melihat apa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bapak saya.总统府教育文化部连续几日，拢组织大批反对团体示威抗议，这时超过500个公民团体成员、运动人士甲学者，用共同批的方式致函总统普拉博沃，要求因通对洪苏哈托做国家英雄。啊，若无就是对受害者、对民主价值甲改革的背叛，也佫互少年时代带来错误历史观点。同款内容的线顶连署活动有16000人响应。2010年以来，苏哈托真侪摆被提名做国家英雄，不过伫国家强烈抗议之下，最后拢煞煞去。出身军人，捌是苏哈托的部下，佮做过伊囝婿普拉博沃无共。伊伫旧年胜选演讲的时阵，都捌公开俄罗斯哈托的政绩，上台了佮出版新的历史册，淡化苏哈托的暴行。伊家己伫90年代也捌做过绑票虐待民主人士的代志。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叙利亚1964年独立到今，即阵才有头一个总统访问美国，望争取美国的支持。传嘛认为讲这是达成中东和平的一步。叙利亚总统夏拉随着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会后白宫也发两人伫咧土耳其办公室做联翕的相片。参加的人有包括副总统范斯、甲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国界官员。川普向媒体俄罗夏拉是就伊基一个领导人，相信伊当成功治理叙利亚。Well, I've had an agreement with him. He's a very strong leader. He comes from a very tough place, and he's a tough guy. I liked him. I get along with him. The new president of Syria, and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make Syria successful because that's part of the Middle East. 总统也讲，叙利亚现阶段稳定的发展对中东和平计划有帮助。Syria is a big par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I will tell you, I think it is working and really well. We're working also with Israel on, getting along with Syria, getting along with everybody. 43岁夏拉所属的沙漠解放组织，伫进前被认为是甲盖达恐怖组织有关系。夏拉也不是美国赏金1000万美金的圣战士。夏拉伫咧2024年年底领导沙漠解放组织，推翻长期执政的阿塞德政府。伊上任了，积极甲暴力历史切割，对国内外拢展现温和的帝国形象。夏拉也是1946年叙利亚独立以来第一位访问白宫的叙利亚总统。伫会面进前，夏拉甲美军的成员做伙拍篮球。伫会后，伊离开白宫时阵，也行出车队向支持者致意。夏拉这边访问行程真低调，只拉由边的门离开白宫，无欢迎外宾的仪式，也无记者联合访问。不过，川普政府积极促成夏拉访问美国，伫咧5月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积极把夏拉自恐怖组织名单内面提掉，并且协调联合国安理会解除对夏拉的制裁，表示美国对叙利亚政策有重大的转变。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辑。加拿大麻疹疫情爆发到今超过1年，有5000多例，其中2例死亡的早产婴仔，伫咧妈妈的子宫就去感染到。因为加拿大无法伫咧12个月内甲病例清零，所以讲是无法度搁列入无麻疹的国家。真侪家长带囡仔到诊所做疫苗，真到为人的麻痹度伫加拿大收围已经超过1年。
到目前为止，累计有5138例，其中2例死亡案例是早产儿。加拿大伫1998年得到摩尔青年国家的地位，2年后美国嘛达成同款的目标。美洲伫2016年正做全球头一个消除摩尔的地区。不过，摩尔即马伫加拿大断开，加拿大必须爱伫12个月内阻止病毒传播，才会当保掉清零的地位。不过，到伫7月，环美卫生组织正式裁定取消加拿大的摩尔青年国家的资格。We have one country in the region that lost this condition. The region as a whole also loses this condition. But it's important to say that all the other 34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y keep their certificate as measles-free. 加拿大的公园纪录维持将近30年，会失守是因为去年10月有一个泰国的旅客参加婚礼时阵，伫唔知的情况下喂互其他人客。专家解说，要实现摩尔清零的目标，摩尔的注射率都要达到95%，安尼才会当有规定免疫。伫摩尔会伫加拿大搁再发生，是因为囡仔的疫苗注射率降低。即届伫加拿大摩尔特别流行的地区是门诺牌教导社区，因大部分认为注疫苗会干扰自然发殖，无下上帝的旨意，嘛无信任政府，所以因选择较无爱注这疫苗。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seen the overall vaccination coverage for MMR fall to closer to 90%. In Canada, it's even lower, closer to 82%. Really concerning because when that number goes below 95%, it means that explosive outbreaks can occur. 以摩尔的传染力来讲，一个感染者会当喂予10个无注过疫苗其中9个密切接触者。环美卫生组织表示，除了加拿大今年发生伫美洲摩尔的疫情，大部分是伫美国、墨西哥甲玻利维亚等10个国家，将近12600例，比2024年增加30倍。公卫专家表示，预防摩尔上好的方法就是注疫苗。去年美洲摩尔的注射率是79%，甲往年比起来有提高，不过也是真低。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乌克兰的检方最近是大规模调查能源部，检方指控这政府的高层官员利用国家核电公司的合约，甲厂商收扣米赏。这当中也包含总统泽伦斯基的亲信，而且乌克兰的媒体佫报道讲，这个亲信早就已经走去国外。We've seen some crazy stuff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Russian.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特别接受英国卫报记者哈丁的访问，中熊熊电话发起，伊真爱约个无奈，讲这是实地，不是恐怖攻击，嘛是伫阮的生活内面发生的。罗西亚最近是正接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伫全国拢忍受黑暗国有够寒，做伙渡过难关的时阵，却传出能源部门有重大备案。乌克兰国家石炭局和石炭专职检察署经过15个月调查，收集1000点钟的录音资料了后收网，对能源部发动70个所在的突击搜查。石炭局指出讲，有一个高层的犯罪组织是透过国家核电公司的防务公司的合约来供钱，合作厂商封闭咧爱达10%到15%的空米商，这当如期收到款项，也是甲因供应商的资格保护掉。搜查找到一大堆现金，佮差不多1亿美金的垃圾钱已经去洗钱啊！乌克兰的媒体报道，涉案人之一是泽伦斯基的亲信，生理人民迪奇，伫防搜查进前几点钟，就已经浪港走去海外。Будь-які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і дії проти корупції дуже потрібні. Невідворотність покарання потрібна. 泽伦斯基伫今年热天捌想办法立法，要写入即摆调查能源部备案2个石炭机关的独立性，引起俄罗战争以来上大规模的加罗示威宣告失败。即摆这案爆发，伫即马正需要大条钱西方的援助的时阵，嘛会加深主要盟友的烦恼。公司新闻史会长编译。法国的前总统法萨科吉因为伊的幕僚非法收政治现金，去互法院以强暴罪判关5年，经过月期同抓一关。不过7月法院是裁定讲，等待上诉期间会当先甲放出。在得到巴黎上诉法院批准了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7月离开巴黎圣地加港，伊坐一台黑色亲切车桶的轿车驶向伊伫巴黎西区的客机。
到了后，萨科齐甲伊后生前后落车行入家门，伊伫社群媒体打文，向所有社会支持为伊辩护人致上上深的感谢。所以伊准备上诉，集中所有精力伫证明家己的清白顶悬，真相最后会胜利。70岁萨科齐被控刑事强暴罪，2007年法国总统竞选期间，伊的亲信受已经过身利比亚独裁者格达费的政治现金，9岁之后被判有罪。10月1日入家，暗过马上提出点大上诉。清理期間釋放申請。Bon, malgré tout, je pense qu'il a pactisé avec le diable, et donc ça se paye à un moment donné. Il y en a qui, même s'ils font appel, ils restent. Bon, c'est vrai qu'un président en prison, c'est pas... Il y a mieux comme image, mais bon, tant mieux pour lui, quoi, on va dire, mais bon. 法官的法律规定，等待上诉期间，原则上应该以释放为原则。法院表示，萨科齐的释放是根据特定的法律标准来决定，比如逃亡的可能，伊无逃走的风险。不过，法院特别禁止萨科齐甲现任司法部长达马兰接触。达马兰不是保守派人士，将萨科齐看作是导师。了后，伫2017年加入总统马克宏的中间派政党复兴党，达马兰顶个月捌去家家探视萨科齐，引起部分法官的批评，认为损害司法独立。公视新闻恩惠玲报道。作家陈景明高中就开始写诗，60年来创作超过400首诗。伊是讲写诗会当消透感情，是关怀社会方式。美丽岛事件时阵，伊写诗是安打真侪受刑人的心情。今年得到53年文学奖的肯定。狠狠地把我从温暖的土里连根挖起，说是给我自由，然后拿去烤，拿去油炸。用汉字来比喻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的台湾，描写台湾人受尽苦难，无要搁吞忍，勇敢站出来争取民主自由。陈景明的这首诗安打真侪美丽岛事件受刑人的心，也是伊真出名的代表作之一。1948年，陈景明出世伫高雄蛤蟆省的一个医学世家。自细汉就爱看册，陈景明讲，以早无啥物册店，所以伊读国小的时，常常会走去路边的册摊看册，啥物册拢看，嘛捌因为安尼发生过真趣味的代志。在看着入神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在动外卡的对啦，在踢外卡，我前面就想那种，但是这个走行路是无好势踢的，去来看，哎呦，不是老师。因为作品表达的内容瓦大现实，呈现人性。陈景明的诗自大学就得到李亚时刊侪前辈肯定。陈景明讲，尤其是陈千武老师，带伊正式踏入台湾文学界，知影什么才是真正的诗。陈景明自1982年开始做文学界，一直到后来的文学台湾，伊若写诗，若出版杂志，毋茫为台湾的文学尽一份心力。讲一个大家志同道合啊，对台湾文学有一个信心啊，甲有一个。希望讲，嘛有爱台湾文学，毋是讲无好的文学，也是不重视。甲作曲家陈武雄合作，把诗变做台语歌。陈景明60年的创作人生，隆重出版9本诗集，超过400首诗。虽然因为医生的工课有8年的时间较少写，虽然这阵因为出版社的势头写无济，不过对陈景明来讲，写诗就亲像食饭同款，食这食足不管，一定爱食。记者柯亚如、柯兆勇、高雄场报道。专属于独立册店的树梅读书奖今下晡颁奖，这届特殊奖现奖是颁发给小小书房。这书房的主人刘庆芳是讲，要推动出版统一定价制度。开册店毋但是卖册歌，引起大众对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关怀。第一个日市的红雅册房，香港是桃水溪以南上有名的社文册店。足足伊个成功宣笑讲，开册店有当写连一顿拢赚袂着。但伊嘛讲，册店是人生的补习班，开过1000多场的讲座，打造交流平台，嘛得到今年读书奖的肯定。议题是要怎么做得扎实、长长久久，其实要用阅读啦。书籍是子弹。那阅读是有力量，投入这个社会运动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性了。坚持相信看册都是册店的核心的，佮有开伫高雄的三义册店，伊是册店，但是嘛毋那只是册店，店内嘛会办艺术表演，也是相关展览。负责人郑尚华认为，册店是城市内面的通安门和光线，是生命力的来源。今年三义嘛得到读书奖的评审团奖。不管是透过网络、影像、
Podcast 节目、走读、展览，然后办演唱会。虽然形式更多元了，但是阅读的核心并不有变。那这也是我们觉得开书店的最有意义的地方。台湾专属独立册店的树莓读书奖今年是第2届，以好家在我有开册店做主题。特殊奖现奖是颁予伫新北市的小小册房，都人老芳芳嘛替所有的出版业来清明。我们希望统一定价，可以实现，就是可以让出版业回到一个健康的体质。那欧美也跟我们证明了，就是说他们挺过这一波，然后让书店回到街角，这是非常必要的。面对出版业的产值一直在减，电商平台加入册市，一间间唔拢在拍折，互独立册店更较歹经营。文化部表示讲，除了有提出奖励政策在进行补助，这2年嘛办理创新册市、砖头册店，鼓励册店行出即马已经有的场域，推广看册。另外嘛透过文化部的奖励，互看册的人加到独立册店来买册。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风大天要注意安全。那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